近日接連出現多宗市民喺深圳酒店、按摩店甚至娛樂場所內突然被大陸公安帶走扣查嘅個案。有受害人表示，自己喺房間休息期間，房門突然被拍響，其後多名公安以吸毒、洗黑錢等理由強行帶走。過程期間更係未有出示搜查令，未有解釋理由，亦都冇進行基本搜查程序。多名受害人其後被帶往南山、龍崗等派出所，要求換衫、驗尿、剪頭髮、錄指紋同聲紋。扣查時間最長達12個鐘，最後全部以檢驗無異常為由獲釋。有法律界人士指出，事件涉及跨區執法，程序不透明，搜查理由不明，情況並唔尋常。有大陸業界人士透露，部分酒店會將旅客資料輸入公安系統，一旦出現疑點，就會即時觸發強制檢查。事件近期頻密發生，且大部分受害人都係香港居民，令市民產生憂慮。有關注團體認為，香港政府有責任向市民交代風險，亦都應考慮向大陸地區，好似對日本咁，發出旅遊安全提示或者旅行警示。